好来，乡亲啊，今仔日1月19是119消防节，这个台中市防疫升级，取消就今年的消防节的感恩大会。也毋过，这个消防局伫咧官网甲面册同步来发布着感谢消防的影片，由患者的家属甲警义消的眷属，对第一线执勤的消防兄弟，也有宣导甲救护的志工，致上上深的感谢。救援现场，尘土飞扬，没有多余的力气彷徨。今年车开始咧谈救护人员冲去事发地点，这是消防人员逐工的工课。今仔日是119消防节，一段影片记录警义消出勤火警、渡水、车祸救灾过程。有消防人员就算身躯洗到一半，同款前勤跳起哩消防车出勤。台中市去年有5272件火警，13000多件救护。若救灾救护的背后，有宣导和志工的帮忙，上重要是有厝的人的支持。不在家没关系，但是就交给我们两个。谢谢妈妈，我很辛苦了。妈，我爱你。今年因为疫情，台中市取消消防节感恩大会，消防局用这段影片甲警义消隧道下，让人感受到消防人员出勤的危险，阁有18个训练。凤山中安动摇呼叫，麻烦再前往辖内另一处住宅火警啊！哈，吓，你是家翁来的哦，哪遐翁啦？影片尾啊，佮讲到消防人员上惊食翁来，任务都结束，佮要出勤，趣味佮感动的影片，互消防人员拢感觉真心熟。